没不带，叫没不客栈，我客栈方面哇。哦，耶稣这酒，弄六点，耶稣酒，弄六点。等你等久呢，等你，等你，等，久呢，耶稣尊敬而赞，您休息，耶稣尊敬而赞，您休息，他肚子饿。耶稣走，耶稣酒弄了牛乳点酒弄了点，就是这个牛奶素就是这个，把你短久呢，耶稣尊敬而赞，您休息，他心里饿。耶稣酒就是克字，咒骂酒弄了牛乳，就是牛奶，点就是素，牛奶素是什么呢？无花果不是冒了个白浆子吗？就是弄了点就是无花果，牛乳木牛奶素。但呢，第二，当早晨酒呢，第二天早上很早的，耶稣尊敬而赞，这是转乘的时候，比如从这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转乘的时候，你休息，他的心里很饿 ，hungry 就是很饿，这个字应该读歇，饿，对不对？汉语干扰了别的语言，他读错了，他干扰别人的语言，知道吧？这个字读歇，就是很饿 ，hungry。也是酒弄了点，但酒呢，也说尊敬而赞，你休息。他就是他心里，他肚子里很饿，
心里很饿，有血，这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。